你又想搞什么鬼？这是我的家。从9岁开始，一点一点的，这些都在我脑子里。旭之，妈妈可不可以问问你，你要这些木块是做什么的呀？我想盖个房子。盖房子？盖房子好啊！我的旭之真有想法。那你想好要盖什么样的房子了吗？这么多木块，可以搭一个很大的房子了。你想好它的样子了吗？要不要先画张图啊？有图在这里。可是那个时候，我并不知道意味着什么。直到我完成它，我还是不知道它是什么。现在也无法考证，我搭的究竟对不对。一切都过去了。
你确定他会来啊？我确定。我骗他，不付定金不让验货。他说：“那不如直接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”明天睡醒了，你还在吗？不会。那我不睡了，我要和你说一整晚的话。说什么？你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我们明天没什么感觉。我不相信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别靠我太近。你是？我好像爱上你了。你没有爱过别人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爱一个人，应该是很好的感觉吧。